民进党前主席郭文德因某陈佩琪，伊伫咧面册发文来讲，即个惊花声案是世界的冤案。伊个附一张相片啊，这相片是咧搜索票，不过这搜索票顶头竟然有廉政署承办人的全名，甲伊的手机啊号码。迄当时啊，并无来处理掉啊，所以这已经违反个人资料法啦。陈佩琪讲真歹势，伊家己无注意到，无说你啦，把这个名用出来，赶紧的将这个相片来甲抬掉。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指控这数年被过30，现在检廉监管来到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德的客家搜索调查。如今惊花声案等待一线的宣判。陈佩琪总伫辩册顶悬批评惊花声案是世纪冤案，佮将当初搜索票的相片抛去网络顶。这张搜索票的日期是去年8月17，顶头除了有法官甲检察官的印仔，也有廉政署承办监管的名字甲手机的号码。严格陈佩琪发文这时，拢无共炸起来，等于将对方的个人资料公布出来。都有网友质疑，安尼可能会互承办监管去互索缴。律师也讲，这张搜索票是内部文件，也是廉政署向地检署跟法院申请搜索票时的内部文件，与搜索时出示给陈佩琪的搜索票是不同的文件。这个内部文件通常只有后续阅卷时才有可能会看到。文件来源私人消息。陈佩琪事后回应讲，无细力将承办监管的名字公布出来，爱护什么款的法律责任，伊拢会尊重。廉政署是表示，黑白公开司法文书的截图，公布当事的个人资料，已经违反个自法的纪律，严正要求社会大众尊重办案监管的文书。针对陈佩琪可能违反个自法，北检讲目前也未接到相关个法。虽然事后陈佩琪有将相片挂落来，严格恐惊已经造成当事人的困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